Hello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我来到这个瀑布，瀑布的台语名讲，等下咱会请老师来讲哦。今天我们很特别，因为其实应该是7:10哈。我们看我们的直播是写7:10，但是呢，不小心忘记了这个时间。昨天跟朋友说7点。所以呢，我就选7:05上来跟大家见面哈。后礼拜开始，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就是7:10，然后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呢，学一句台语。今天我们只学一个词哦，叫做瀑布。我讲我搁袂记你安怎讲啊吼，但是我会记得是水什么。好，来叫老师上来哈，纠正我一下。呵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嘿，你好。水强对吧？强水。呛水点到冰讲叫做水强。呛水点到冰叫做水强。OK。瀑布不是？瀑布，你看无一个对的。因为头前爱念音。你不知道瀑布怎么讲，今天要继续看，只有10分钟，不要转台哦。好，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讲到瀑布呢？其实我自己很喜欢瀑布哈，在那边冲凉，有没有？老师常常去爬山对吧？哦，对，我定来去爬山无唔对。老师爬山的时候。听讲这个是什么？一个人去的哦，讲暗去的，晚上去这里，然后没有人跟你去挑战极限，对吗？暗时招无伴，然后看不到路，自己行，然后看不到旁边，但是还好旁边这个有围栏啊哦，不然不是很恐怖吗？但是暗时无看就袂惊。看不见反而不害怕哦，这个老师很特别哈。通常我们看不见都很害怕，不敢往前走哈。为什么会讲到这个？这个跟瀑布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嘞？就是因为足远的所在吼，听到迄个瀑布就是水呛啦，水呛的迄款回音，伫咧山谷探到另外一个山谷，探足远，暗时拢无人看到，拢袂当看到物件，干那听到声，迄个声足像伫海边咧行，像迄海鹰咧拍喊的声，奇怪。伫山顶哪有海鹰？就是后来就知影讲，迄就是水呛的声啦。伊有山谷的共鸣嘛，团庄。是。所以，这个所在，对，就看到这里。就是这个是第一点。云龙瀑布的第一层哦。叫做云龙瀑布，云龙水呛啊，分3点啊。第一点、第2、第3拢总100几公尺，但是你看咱像无大，其实伊是真悬。咱伫美国甲迄个加拿大，毋是中有一个叫做尼加拉瀑布嘛？尼加拉瓜瀑布，尼加拉瀑布无瓜哦，尼加拉瀑布。尼加拉瀑布。尼加拉瀑布伊迄个瀑布伊的悬度才51公尺尔啦，这有100几公尺，所以是袂悬。因为尼加拉瀑布高2倍。其实咱台湾100公尺以上的水呛有30个啊。哇，台湾真的漂亮。台湾大位拢是一款水呛，到处都是瀑布。对，这个可以跳下去游泳的吗？跳下去就无命，因为伤悬。千万不要乱跳。内底拢石头。都是石头哦。所以有足侪，所以这个水呛有真侪款的名，因为较早
因为后来咱会晓汉字以后，吼，咱来看遮吼，水迄个瀑布，瀑布吼，会晓看汉字以后，大家就直接读瀑布。但是较早，咱台湾人是汉地区人会晓看汉字啊，所以瀑布是听无啦，也袂晓讲啦，所以拢讲水强，因为那较少的水破着，咱叫做破水。破水，泼水，大的水叫做呛水。水很大就叫呛水。对，水强就是讲呛水的电刀柄就对了。来瀑布这免讲，那是对汉字并过来，较早的人袂晓讲，也袂晓听。华语翻过去的。即阵的人咧讲的吼，即阵的人是安尼讲啊。来加漏水，加漏水因为吼，加漏。伫圣经有所个所在吼，加漏吼，加漏意思像伫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拢有讲一个比喻的故事吼，叫做气压井。有一个人掉下去，气压井有无啊？气压井的时阵，有诶落伫路边，飞鸟来甲捅去，落就是讲加漏伫路边。迄个叫做加漏，台语姓加漏伫路边，掉在土里。有诶是加漏伫石头地，有诶加漏伫气体内，有诶是加漏伫较肥诶好诶土地。所以加漏，我即摆是要讲加漏，加漏，像牛顿一个物理学家。伊看到苹果对树仔顶加漏落涂骹，伊就讲哇，这就是地心哦，地心有吸引力啦。苹果掉下来也叫加漏，叫做加漏，所以加漏加漏水其实就是讲水加漏落来，对足悬的所在加漏，所以叫加漏水就是咱讲的瀑布的意思，水墙共款意思。地方掉下来。是，还有人讲水坎，水坎就是讲，因为伊吼拢一坎一坎，有诶毋是讲直冲落来，有诶是一坎一坎落来，所以叫水坎。另外一款叫做石架，石架没有听过。石架石头顶悬有足侪水，迄个架吼，咱古早架是啥物架面，还是讲架物？就是迄个，就是讲众多啦，就是足济意思啦。好来，咱往过去张看觅。我听特别要讲迄个加漏水的来源咯，屏东的东部，屏东东部，屏东东部，免安读甲个。系啊。你安尼？东部。屏东东部有一个地名叫做加漏水。因为老大家拢袂晓写，就写落，所以咱大家拢读做加漏水，其实是加漏水啊。底下有一个山海铺山海铺就讲伫山顶，水直接落落去，就是讲加漏落海，所以伫迄个所在有一个山海铺，意思是讲对山顶的水加漏落海，所以加漏水就是瀑布啦。瀑布，就是瀑布迄个水墙呢，我拄则有讲过，就是呛水的电刀柄。后来咱来看水墙吼。我即摆要来讲的，就是讲我为什么要讲伫今仔日要特别讲这个水墙呢？就是暗时困袂去，伫旅馆内底困袂去，3点半就出来行路。行差不多2、5分以后，到这个登山口，就是八通关的登山口。八通关登山口这里，八通关是对西边一直行到花莲啦，拢总有差不多100公里啦，爱行1礼拜啦。走1个礼拜。行7日来8日才会到。我是本来行4.3公里的，迄个因为这条路吼，若无申请入山证就袂当行。有开放到迄个就是云龙瀑布，就云龙有开放到遐，所以我就准备要行到遐，因为行到遐要2点钟。
赶会早时转来付逐人的时间哦，所以我就3点，然后4点的时候就伫因山顶咧行路，单独一个人，单独一个人，逐项拢无看到，那像因为我见讲伫作暗的时阵，那像足孤单，敢会其实我家己行路，我毋捌感觉讲孤单，因为我来单独一个时，反倒颠倒会感觉讲甲迄个上帝较亲近。是我的思想，我心内所想的，圣经内底甲对位的拢会想起来。就像耶稣都要去山上祷告一样，对吗？山上比较亲近，因为遐安静，佮会当看到真快。所以有人我的朋友爬山的朋友，一个人拢有共款的感觉啊。伊讲，伊若心内不足，就是讲心较闷的时阵，是讲身体较无爽快，伊若爬去山顶，爬去山顶以后，因为看到哇，遐尼快的山遐尼快、遐尼水的所在，心情就总足好诶，变足好诶。所以伫遐我就是因为安尼来的，所以家己一个人行，袂讲会孤单啦。所以你若招无伴，招有伴是上好莫家己一个啦。拄去你条路一定行足熟，若无是袂使。迄条路我捌行过，我知影真安全，所以我就敢一个人行是安尼啦。因为伫行就真正有迄个感觉来咱来看诗篇42篇，因为我发现后来我想来即个诗篇咱就替我写，替我咧行路的迄个心情写出来，所以足共款你看第一站讲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迄门岭。米萨的山来笑脸你，就是讲一个人若咧郁卒的时，伊就爬山。真侪人用爬山就当靠放伊全部，就感觉真快乐。虽然流汗、脚酸、真忝，不过心情非常快乐。这就是分多金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的，对，心情会变好。即摆人叫做分多金啦，若阮若毋捌阮毋捌遐尼济，阮就知影讲爬山了足爽快尔就是讲你爬山了脚酸无毋对，流足济汗无毋对，足忝无毋对，但你心情爽快。所以伫约旦的地，你看即个写诗写诗讲约旦河的，就是约旦河，因为咱知影迄门是。中东上悬的山2814公尺，所以阿里山甲悬小可，阿里山的山大部分拢咧2500，当然咱3000以上的真济啦。迄门伫中东遐来讲是上悬的，所以咱伫足侪所在看到迄门，大家咧形容伊个是偌水的所在，伊顶悬有冰树啦，伊顶悬咧，因为伊顶悬拢规冬拢有雪嘛，有雪，所以咧暗时就会迄个水汽就会结做一粒露水，就落伫迄门的露水露水，就伫迄个嘉南平原就伫遐。所有植物啦，就安尼来长大，所以伫约旦河的发源地约旦河的迄个平原，个迄门就是迄门山啦，个来的米萨山里底可能就是迄门山岭的一粒山伫遐少年哩，就是讲伊爬上山啦，你的瀑布出声，前面甲前面3呼应。有无？伊这个讲着讲，伊的瀑布出声，就是水桥出声。山谷甲山谷伫遐3回，很像刚才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同款的，甲这同款。伊对拄则迄个瀑布的迄个水墙来讲伊是对叫做落溪啦，落去，因为伫。布农族的人是讲拉库，就是讲落死啦，落死的山谷的声会当传去到
陈友兰是青友兰那个陈友兰溪啦，以及迄个三国三杰人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影引来我，就是讲我虽然心内有足侪艰苦的代志，我啊就互迄个大影砍掉咧，真艰苦，真郁卒，无法度逃放。总是当天光的时阵，我看到哇，遮尼水，遮尼好看，遮尼旷快的所在，心情欢喜，所以就安尼来唱歌或美戏。平安时，我就唱歌来祈祷赐我活命的上帝。就是讲，所以一个人爬山来得到一个心情完全的逃放甲快乐。这首诗啊，咱像替我写出来，咧行路暗时行路迄个心情，真水咧所以我就来提出来，互大家人分享，互大家人知影。哇，很棒哦！就是我们好像只有一个人，然后瀑布，然后深渊，然后听到那个声音，好像要淹没我们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那边唱歌哈。因为在安静的时阵是甲耶和华、甲上帝、甲亲近，愈安静愈亲近。好，我来读一遍专业版的哦。我来读，因为读这较准，读中国字有时发音较袂准。第六节讲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、迄文岭、米萨山少年你。第七节，你的瀑布出声，深烟甲深烟三呼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影引漫我。第八节，总是耶和华日时，要失落伊的慈爱美事，伊予我唱歌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OK， 超好的吼！今仔日有老师哦，杜老师嘛伫后壁讲啥物？平安。是吗？好，来阁有一个 Jennifer， 这个以前有冇看过？这个是阮的团队，阮教会的团队。团队平安。哇，大家拢写罗马拼音的，这拢专业厉害。来，真欢喜看到大家对吧？看到大家。来迄个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多谢你来捧场。下礼拜一7点10分，我们会延后一点点的时间，然后一样空中跟大家相见。多谢大家继续来捧场。有啥物你想要知影的台语，你买当甲阮讲哦。譬如讲，什么东西你们想要知道台语怎么说？你们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。谢谢，多谢老师。感谢。